要不要好結果？馬可福音11章12到14節，20到22節。美國專門研究朝鮮嘅機構北緯38 North 喺2019年2月公佈咗以下消息：有衛星圖片發現平壤市中心有7座新建築物外牆嘅顏色同設計幾乎完全一模一樣，仲有記者拍到有卡車卸下印有假窗戶嘅巨型布幕。有逃離朝鮮嘅建築工人透露，佢曾經奉命喺主要街道旁嘅布幕上畫出小商店嘅外貌，連布幕上嘅梁繩都故意畫出破洞，以營造真實感。呢一啲仿建築物其實只係用鐵絲將布幕綁喺腐爛嘅木條上。其實朝鮮呢類消息亦都時有所聞，有幾多係真，幾多係假，亦都實在難以判斷。但係呢一個信息嘅重心唔係談朝鮮，更加唔係談政治，而係談弄虛作假，肯定唔係耶穌喜悅嘅行為。我仍然會以講呢一件事情嘅方式話俾大家聽事件嘅經過。呢一個係好少冇同人有直接關係嘅神蹟。事件發生喺耶穌受苦受死前最後嗰一個禮拜。事件發生前一日，耶穌安排咗2名門徒去一條村子揾來一隻小驢駒，然後騎住驢好似君王一樣進入耶路撒冷，沿途受好多人夾道歡迎。然後佢進入咗聖殿，好似喺度詳細察看聖殿裏邊嘅情況。晚上，耶穌應當住喺離耶路撒冷只有6公里遠嘅伯大尼村馬大、馬利亞2姊妹嘅屋企。第二日，耶穌再去耶路撒冷，途中覺得有啲餓啦，遠遠睇到有一棵無花果樹。雖然仲未到無花果結果嘅季節，但係樹都長滿咗綠油油嘅樹葉。耶穌就去要摘一啲無花果食，諗唔到走近樹先至發現一個果都冇。耶穌就當住眾人對樹講：從今以後永沒有人吃你的果子。進入耶路撒冷之後，耶穌再去聖殿。呢一次佢強硬咁將聖殿裏邊做買賣，其實係藉住宗教謀取利益嘅人趕走。但係呢一群人係得到管理聖殿嘅宗教領袖，包括祭司、法利賽人、文士嘅容許嘅。因此耶穌同呢一啲德高望重、深受尊敬，亦都會煽惑人心嘅領袖關係變得好惡劣。到咗第3日嘅早上，佢哋再經過呢個地方，就發現呢一棵昨日仲係枝葉茂盛嘅無花果樹，連根都枯死咗啦。聽到呢個神蹟，你會唔會覺得耶穌對於一棵無花果樹好似有啲太殘忍呢？聖經已經說明唔係收無花果嘅時候，咁冇果子唔係好正常咩？難道耶穌係因為揾唔到食嘅，心情唔好，就對呢一個無花果樹耍小脾氣？有呢個諗法亦都並不為怪，證明你真係喺度思考緊聖經嘅內容，了解咗事件嘅實況，就會知道耶穌行呢個神蹟其實有佢獨特嘅心意。
因為耶穌要教導門徒同埋我哋，信仰上千萬唔好只做門面功夫，建立起真正嘅內在生命，先至係要追求嘅生命方向。事實上，當時甚至今日，實在太多表裏不一、弄虛作假嘅表面信徒啦。事件發生喺耶穌受死最後一個禮拜，佢同門徒上耶路撒冷過逾越節，因此應該係3、4月間。當地無花果樹要喺6月先至結果子嘅，因此聖經先至會表明唔係收無花果嘅時候。但係無花果樹嘅特質係樹長滿咗葉，就表示已經結果子。無花果樹喺3、4月間理應冇乜嘢樹葉嘅，冇樹葉，耶穌就唔會去搵果子。無花果嘅果實都係同樹葉長埋喺一齊嘅。嗱，無花果主要有2種顏色，一種係綠色，同葉嘅顏色好接近；另一種係暗紫色，睇起嚟都唔係好顯眼嘅，從遠處唔容易睇得清楚。呢一棵樹長滿葉子，就會俾人已經有果子嘅錯覺。耶穌因此先至去搵果子食，怎料原來係冇嘅。因此呢一棵樹表現得好似已經結出咗好多果子，其實都係假象。呢一個先至係俾耶穌咒詛而枯乾嘅原因。從呢個神蹟可以發現，無花果嘅葉子同埋果子其實反映信徒唔同嘅表現。神蹟裏邊嘅葉子就係生命外在嘅表現，果子就係樹嘅生命內涵。無花果樹嘅葉子唔能夠食，冇咩特別嘅用途，唯一嘅作用可能就係讓人知道樹已經結果子啦。而耶穌要嘅唔係葉子啊，係果子。無花果樹被遠遠睇到嘅葉子，就正如朝鮮平壤嗰7座新嘅建築物，遠遠俾人睇到光鮮亮麗嘅外牆，又好似逃離朝鮮嗰一個工人提到畫喺布幕上高商店嘅樣貌，人家睇到就會認為嗰個係好好嘅大樓，好有煙火氣嘅小商鋪。但真實嘅果子係真正宏偉嘅大樓同埋真實存在嘅小店。假若只係布幕，有咗外表，有咗個樣，但係冇真實嘅存在，咁就係自欺欺人。耶穌嘅憤怒行出令無花果樹枯乾嘅神蹟，係因為徒具外表，並冇內在生命呢一個虛假嘅生命見證，係佢所厭惡嘅。耶穌時代猶太人社區就充斥住咁樣嘅人，甚至咁樣嘅宗教領袖喺度污穢咗神嘅殿，敗壞咗唔少人嘅心靈。將呢個神蹟同耶穌當時嘅處境配合，就會發現暗示咗好重要嘅信息。耶穌已經準備好同耶路撒冷宗教領袖嘅關係急速惡化，因為當日耶穌進耶路撒冷，就要用強硬手段驅趕得到管理聖殿嘅人批准喺殿裏邊做買賣嘅人。馬可福音第11章17到18節，既耶穌喺度驅趕呢一啲喺聖殿做買賣人嘅時候，講出咗問題嘅核心。
經上不是記着說，我的殿必稱為萬國禱告的殿麼？你們倒使它變成雜窩了。結果就係祭司長同埋文士聽見呢一啲話，就想法子要除滅耶穌，卻又怕他，因為眾人都希奇他的教訓。嗰群位高權重嘅宗教領袖，外表衣着都光鮮亮麗，喺當時嘅社會確實係有頭有面，甚具影響力，亦都深被尊重嘅群體。佢哋理應係聖潔、合神心意、公正公義，為主多結果子。佢哋嘅外表都係咁樣，但實際上卻係藉住聖殿謀取利益，而且同天父為敵，用惡毒計謀賄賂收買人作假見證，要除掉耶穌嘅主謀。因此，耶穌喺從伯大尼到耶路撒冷嘅路上，叫呢一棵只有葉子嘅無花果樹枯乾，其實係喺度預表呢一群徒具敬虔外表，卻冇敬虔生命，騙取別人尊敬，內心卻全是敗壞，人人以為德高望重，實在生命滿係惡毒嘅人，必然會喺上帝面前消亡嘅事實。咁耶穌喺受難前行呢個神蹟，對今日嘅我哋有啲乜嘢意義呢？我相信有以下3個值得深思同埋學習嘅方向。第一個值得深思嘅係，有內在生命嘅必然有外在表現，但係有外在表現嘅唔一定有內在生命。用返無花果樹嘅神蹟嚟表達，就係當無花果樹結果啦，必定有好多葉子，但係有好多葉嘅無花果樹，原來唔一定有果實。我哋唔能夠單憑外表睇一個人嘅真偽。聖經喺呢一方面嘅例子好多。先知撒母耳就喺上帝嘅帶領下學咗呢一個功課，喺撒母耳記上16章記載咗呢一件事。當時上帝吩咐撒母耳去揾耶西，因為上帝要膏立佢其中一個兒子取代掃羅嘅皇位。耶西當時仍然唔知道發生緊咩事啊，但係先知撒母耳嚟到，當然聽佢嘅吩咐，於是佢安排咗7名兒子都嚟到撒母耳跟前，每一位都高大壯碩，英俊不凡。撒母耳逐一求問上帝嘅心意，但係每一位上帝都話我唔揀選佢。喺撒母耳記上16章第7節記載上帝講出極為重要嘅話，不要看他的外貌和身材高大，我不揀選他，因為耶和華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華是看內心。呢一啲人嘅外貌、身材、外在表現都係無花果樹嘅葉子，喺神眼中係冇用嘅。佢哋嘅內心先至算係無花果樹嘅果子，先至係天父所看重嘅。結果撒母耳再問耶西，先至知道佢仲有一個最細嘅兒子正在放養，並冇出現。撒母耳要呢個小兒子立即回來。最後上帝指明要膏立嘅就係呢個最細嘅、最唔顯眼嘅，本來連站出嚟都冇機會嘅孩子。
你當然知道佢就係後來以色列最偉大嘅君王大衛。人可能會以外貌欺騙得到其他人，但絕對騙唔到神，因為神看人嘅內心，有冇生命嘅果子，上帝一定知道，完全知道。提到呢一度，大家可能會跌入另一個迷惑，亦都係第二個值得我哋深思嘅原則。我哋唔係上帝，點能夠睇到人嘅內心呢？其實耶穌早就話俾我哋知道，睇人有冇真正內在生命嘅方法。或許呢個亦都係我哋追求為主結出好果子嘅方法。喺馬太福音第7章第17到第19節，記低耶穌話：凡好樹都結好果子，唯獨壞樹結壞果子。好樹不能結壞果子，壞樹不能結好果子。凡不結好果子的樹，就砍下來，丟在火裏。呢度嘅果子係帶出嚟嘅結果。有好嘅內在生命帶出嚟嘅，自然就係良好嘅影響。但係假若冇良好嘅內在生命，咁無論裝成點樣，帶出嚟嘅都只會係紛爭同埋破壞。事實上，我哋都難免會遇到唔少咁樣嘅人，話可以講得冠冕堂皇，但係行事為人帶出嚟嘅結果，常常就係批評、埋怨、攻擊、傷害、破壞。因此，我哋唔要以人講啲乜嘢話，而係要以佢嘅表現帶出嚟嘅結果嚟判斷佢嘅生命。而呢一個亦都同時帶出第三個值得我哋深思學習嘅地方，就係我哋唔單單以呢一個標準嚟判斷別人，更加要以呢一個標準嚟要求自己。以下要提出兩段其實大家都好熟悉嘅經文，幫助我哋建立起自己應該追求結出嘅果子，亦都可以用嚟分辨肢體所結嘅係好果子還是係壞果子。第一段經文係加拉太書5章22到23節，聖經話聖靈所結嘅果子就係仁愛、喜樂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實、溫柔、節制，這樣嘅事沒有律法禁止。聖靈所結嘅果子就係當我哋信主以後，喺順服聖靈嘅引導，讓聖靈掌管自己生命嘅時候，生命、性格、待人處事嘅方法同埋態度會漸漸出現嘅改變。耶穌要喺我哋生命尋找咁樣嘅果子。你會發現呢9項生命特質都係同個人內在修養同埋待人接物嘅態度有關㗎。其實喺提聖靈嘅果子以前，聖經仲提到情慾嘅果子，就係冇被聖靈引導、冇順服聖靈帶領嘅時候會有嘅表現。其中亦都有唔少同性格、同待人處事嘅方法、態度有關嘅，包括爭競、忌恨、惱怒、結黨、紛爭，仲有嫉妒、醉酒等等，都係。
所以當一個基督徒外表好似好敬虔，但係佢嘅表現常常帶嚟情慾嘅果子，而唔係聖靈嘅果子，咁我哋就要特別注意啦。仲有一個要注意嘅地方，聖經提聖靈所結嘅果子係用單數表達㗎，意思係並非9個果子，係1個。所以你唔可以話我只有恩慈並冇溫柔，我冇忍耐只有喜樂，或者係我只有良善但係冇節制，唔係㗎。聖靈嘅果子只有1個，包含咗呢9種重要嘅生命質素。我哋靠住聖靈嘅恩膏，努力追求為主結出咁樣聖靈嘅果子，耶穌會喺我哋生命裏邊尋找到聖靈所結嘅果子。第二段大家要追求嘅結出果子嘅經文係以弗所書4章15到16節，惟用愛心說誠實話，凡事長進，連於元首基督，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適，百節各按各職，照着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體漸漸增長，在愛中建立自己。呢一段經文提出咗作為屬靈群體嘅一員，應當點樣建立起肢體生命交流嘅關係。呢段經文嘅重心係講誠實話，其實呢個係唔少信徒內心好大嘅困擾。教會裏邊好少人敢坦然去講或者去聽誠實嘅話。出現咁樣嘅困擾，往往係因為2個極端嘅原因。一個係我哋會認為誠實話就等於講人家唔好嘅話，特別係中國人社會，我哋好少，亦都唔習慣聽，亦都好少去講真心讚賞人嘅話。而另一個極端就係說誠實話嘅時候冇帶住愛心，唔係彼此相助，而係表達對別人嘅不滿，所以一講所謂誠實嘅話，就好容易係投訴、責備、表達不滿同埋憤怒。用愛心說誠實話，有幾個實踐嘅原則，我好想建議俾大家。第一，假如你控制唔住你嘅憤怒同埋管唔住自己嘅嘴，就唔好講。第二，你要問清楚講嘅目的，係要建立聽嘅人，還是係發洩自己嘅不滿。第三，你嘅態度、用語、表達嘅方式，天父喜悅嗎？達到彼此建立嘅目標嗎？長滿葉子嘅無花果樹上係應當有果子㗎，因此耶穌喺度尋找，可惜嗰棵冇，枝葉茂盛，只係假象。耶穌亦都會喺今日信徒裏邊尋找生命嘅果子。你嘅生命有聖靈所結嘅果子嗎？喺同人相處嘅時候，你帶出嚟嘅係好果子還是壞果子呢？準備用一個樸實但係卻充滿動力嘅生命作為呢一篇信息嘅結束。中國有一位好受尊敬嘅人物，佢就係張桂梅。佢係中國第一所免費女子中學雲南華坪女子高中嘅創辦人。嗰間專收貧困山區女孩子，從2008年到今日，累計幫助咗1964名女生考入大學，
改寫咗輟學嫁人嘅命運。為籌建學校，佢曾經連續5年利用假期去到昆明嘅街頭募捐，受盡無數白眼同埋辱罵。建成學校之後，卻又拒絕各界捐款，累計156萬。佢身患23種疾病，每日靠止痛藥支撐。凌晨5點半準時叫學生晨讀，深夜查寢之後先至輸液治療。教學嚴苛到近乎固執，有教師請假佢就親自代課，學生嘅作業佢逐字批注，被家長帶走去嫁人嘅女生，佢就盡力將佢哋揾返嚟學校讀書。喺2011年到2023年，高考綜合升學率連續13年8%，一共有1482人考取本科，63個人成為教師之後主動返鄉下任教。到今日佢仍然拒絕所有嘅採訪拍攝，佢只係話睇一睇我嗰啲喺醫院、學校、法庭工作嘅孩子們，就係最好嘅報導啦。可惜張惠梅仲未成為基督徒，但係佢嘅生命卻係我哋好好嘅激勵。唔要名，唔要利，唔使吹噓，只幹實事。假若今日喺呢個世代有更多基督徒憑住聖靈嘅恩膏，真誠活出同所蒙嘅恩相稱嘅生命，咁就必定可以為主結更多嘅果子。耶穌就唔會餓住肚，搵唔到果子啦。